哥哥，點解會揾到益達嘅？喺我收樓之前咧，我就經朋友介紹認識咗益達阿梅姐。咁我之前咧就都比較過幾間唔同嘅裝修公司㗎啦，都係未達成我嘅希望啦。之後咧我就參加咗益達嗰個工廠嘅開放日。咁我上去睇咗佢嘅所有嘅工序生產啦。咁我睇到佢哋嘅全自動化嘅生產設備啦，仲有一個好有規模嘅生產管理，都俾到我好大信心，所以我就交俾益達同我去處理啦。哇！家私又裝好啦，係咩感想先？今次家私安裝出嚟嘅效果咧，就完全都符合咗我嘅要求，因為佢有公屋嘅質，但係有私樓嘅 feel 喺度。咁無論個家私啊，或者做工啊、板材啦、五金配件啊，都非常之高嘅質素。咁甚至乎我眼睇嘅安裝師傅嘅裝工咧，都做得好好。個所有嘅收口啊，都完全符合我咁高嘅要求。聽講有個小故事想同我哋分享下。喺我裝呢個掛牆電視嘅時候咧，我都有啲擔心嘅，因為我聽聞好多朋友咧安裝咧喺石屎牆咧就會比較上安全啲嘅。咁但係呢一次咧，因為裝喺嗰個木板上邊咧，咁我都有啲擔心嘅。直至到嗰個電視師傅嚟同我安裝嘅時候咧，個師傅話呢啲木板好硬淨喎，佢花好多功夫先至安裝到嗰個掛牆電視，而且仲話俾我聽，如果裝好之後咧，擔保唔會跌落嚟。咁所以我覺得益達嘅家私真係正。